我的事務所主持劉遠芬。黃醫生見到好多聽眾打話嚟問有啲抗衰老嘅問題啦，問有關下噶嘛，盡量聽好冇？好啊。林女士喺度，林女士你好嘛？哦，醫生你好。係你好。有咩問題想問啊？我想問下呢啲橙皮脂肪嗰啲啊。好啊。嚇，主要咧就係我女咧，佢得10幾歲咧，但係咧佢啲橙皮脂肪咧就集中晒喺兩個大髀度啊，好實嘅。係。咁嗱，其實咧橙皮脂肪咧就唔係局限於年紀大嘅人先有嘅，年輕一樣有，甚至乎上次我都講啦，唔肥嘅人都會有嘅。咁點解會咁樣咧？咁其實好多嘅因素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想改善佢嘅橙皮脂肪咧，其實第一樣嘢咧，如果喺佢年紀咧，一定係要盡量做多啲運動。呢個係運動一定好緊要嘅。咁第二樣嘢咧，就要確定佢真係要揾個醫生睇睇，譬如佢啲甲狀腺啊分泌有冇問題啊，呢個好緊要。因為有啲人咧，就算好年輕，就算 BB 出世啊，都有啲係唔夠甲狀腺嘅，唔好諗住話年紀大先有喎。咁所以呢個荷爾蒙嘅分泌問題咧，都要識得去處理咯。同埋睇佢食嘢方面咧，亦都係要健康啲啦。即係嗰啲咁樣嘅所謂啲 junk food 啊嗰啲真係唔好食啦。咁佢啲煎炸嘢乜都冇食嘅，我哋全部食啲低脂嘢嘅啫。咁呢啲譬如同佢睇醫生係睇啲咩邊一科嘅醫生好啲咧？其實你去你個家庭醫生嗰度叫佢幫佢 check 翻下啲甲狀腺分泌有冇問題，嗰啲應該可以 check 到。咁樣。OK， 好，多謝晒林女士啊，多謝晒你。跟住落去又唔好意思啊，因為時間關係，我想聽到個聽眾嚇，馬先生喺度嘅，馬先生你好，請講啊。你好，我想問一問咧，即係其實就我今年都我今年49歲㗎啦。係。咁其實就我唔知點解去到呢幾年咧開始咧，發覺嗰個眼下面咧，即係眼袋，我哋叫眼袋啊嚇。好明顯咯。但係我又唔知點樣先可以去嗰啲眼袋去。係。我聽有啲人講就話可以攞啲綠茶包啊，整凍咗之後敷去之後就可以消腫。咁其實點解會因為會眼腫或者導致咁樣眼袋呢個情況咧？嗱，眼腫同埋眼袋咧，又係要小心處理啦。因為其中一樣嘢又講翻個甲狀腺啊，又去翻甲狀腺嗰度。甲狀腺過低咧，其中一個徵象就係眼腫嘅。佢會有個眼袋同埋眼腫出嚟嘅，咁當然就係話瞓覺個時間啦。點解瞓覺時間有啲人話，咦一太夜瞓咧，朝頭早紅貓眼咧？原來咧你太夜瞓咧，你會身體嗰個喺夜間裏邊咧，其實就係個身體就係會將一啲嘅甲狀腺分泌咧，由一啲冇咁活躍嘅甲狀腺咧，將佢變為啲活躍嘅甲狀腺。咁如果你嗰晚冇瞓或者瞓得好少咧，你根本個甲狀腺咧喺第二日咧就唔夠，咁變咗咧一起身咧就變咗兩個眼袋咁樣啦。咁呢啲咧都係有好大嘅有時壓力性嘅問題咧，或者係睡眠性嘅問題嘅存在嘅。用綠茶得唔得咧？咁綠茶咧就其實攞佢個抗氧化嘅效力啦。咁你敷喺皮膚嗰度咧係會暫時可能會舒緩咗呢樣嘢，但係呢個唔係長期解決嘅方法。係，但我都係第一次聽可以用綠茶嘅茶包去敷下眼嘅啫。咁有機會我可以詳細再傾下，好嘛？好多謝晒馬先生你嘅電話嚇。咁喺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呢，都會繼續有黃醫生喺度講下啲抗衰老嘅話題。唔需要擔心啊，個禮拜一齊同大家努力抗衰老啊。OK，唔該晒黃醫生，拜拜。拜拜。助你提升生命質素，美化健粵人生。A3 醫學抗衰老中心熱線25218989。